各位街坊各位朋友，你有冇試過喺街市行過，見到啲魚檔大排長龍，個牌寫住特價游水魚30蚊條，仲要見到啲魚喺水缸入面係咁彎側，個身仲識躍，個嘴仲識開合，你心懷下執到寶啦，咁平都有游水魚食，點知擺返去一看，陣味臭到好似腐爛咗幾日咁，甚至蒸完出嚟啲肉係死實實，完全冇魚味。你可能會覺得好奇怪，明明擺嗰陣佢仲跳緊㗎，點解好似食緊條死咗好耐嘅魚咁？今日話就要同大家揭開呢個街市入面收埋咗好耐嘅黑幕，點解琴日死咗，今日仲識游？呢啲所謂嘅化學預製魚到底係點樣變出嚟？而你每日食緊落肚嘅到底係鮮魚定係一堆芝麻嘅化學劑？我哋香港人最講究先，食魚一定要識游水嘅，去到街市第一時間一定係望下個水缸，但你有冇餵過？而家嘅科技已經發達到連死亡都可以偽裝。喺以前，即係大概20-30年前，2000年左右啦，街市啲魚死咗就係死咗，檔主通常會擺埋一邊做冰鮮魚平賣。但而家唔同啦，有啲不法商人為咗賺到盡，會利用一啲化學手段，令到啲已經奄奄一息，甚至已經死咗嘅魚重新躍返起身。首先我哋要講下呢啲爭輸魚嘅第一種手段，化學氧氣粉。譬如果你見到個水缸啲水異常咁多泡，或者啲魚雖然喺度躍，但躍得好唔自然，好似抽筋咁，你就要小心啦。呢啲氧氣粉好多時係過碳酸鈉，雖然喺工業上係用嚟漂白或者清潔，但擺落水入面會產生大量氧氣。對於啲已經快要死、呼吸微弱嘅魚嚟講，呢啲係強心針。啲魚吸咗呢啲化學氧氣之後，神經會受刺激，產生一種假性嘅活躍，所以你見到佢跳得好犀利，其實係佢臨死前嘅最後衝炸，甚至係神經系統受損之後嘅抽搐。但最恐怖嘅唔係氧氣粉，而係一啲可以令魚肉防腐兼美燃嘅化學品。大家應該聽過紅雀石綠同福美林。早喺2005年，香港已經發生過大規模嘅紅雀石綠魚類風波。當年2005年，政府發現出好多淡水魚含有呢種致癌物質，搞到成個香港冇晒淡水魚賣。點知到咗2026年嘅今日，呢種歪風仲係吹緊，只不過係換咗另一個方式。紅腳石綠係一種燃料，亦都係一種好強嘅殺菌劑。啲魚喺長途運魚過程入面，好容易會受傷、碎鱗，一旦受傷就會生真菌，跟住就會死。啲黑心魚販就會喺水入面加紅雀石綠，令到啲魚就算受咗傷都唔會爛，個樣仲係保持得好勻，魚鱗閃閃發光。但呢種物質係會積聚喺魚體入面，人食咗之後係會窒奶，導致胎兒畸形。你思維下，呢條魚由魚場運到去批發市場，再運到去街市，中間可能經歷咗10幾20個鐘。正常嚟講，死咗嘅魚眼會變白，魚會變暗。但如果你見到街市嗰啲30蚊條嘅魚，明明個身都已經硬硬地，但個魚仲係鮮紅色，隻眼仲係好精靈，你就真係要問下自己點解會咁？原來有啲檔主會用一啲叫洗魚水嘅神秘液體，呢啲液體入面含有甲亢，即係我哋俗稱嘅福美林。甲亢係用嚟整標本嘅，將條死魚針入去，魚肉會變得結實，唔會變軟，魚肉會保持鮮紅。因為甲亢阻止咗血液嘅氧化同分解，呢啲就係名副其實嘅參絲魚。外表睇落去係新鮮，其實入面已經死咗，甚至開始腐爛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想問，點解會有咁多呢啲30蚊一條嘅游水魚出現？呢個就要講到而家街市嘅惡性種燈。見以前一條青斑、一條盲槽可能要賣到60-70蚊，但而家好多連鎖魚檔為咗搶生意，大打破舊間。佢哋會去批發市場收購一啲死魚或者斬魚。喺批發市場，啲魚死咗之後，原本只係值幾蚊斤，甚至係送都冇人要，但只要加少少料，返到鋪頭就可以賣30蚊，利潤高達幾倍，甚至10倍。我有個朋友喺街市做咗30幾年，佢同我講過一個秘密。佢話如果你見到一檔魚，啲水係藍藍綠綠嘅，或者有一陣好刺鼻嘅漂白水味，千祈唔好擺。仲有你可以留意下啲魚嘅動作，正常嘅游水魚游起上嚟係順滑有方向性嘅，但游水魚嘅動作係好混亂，佢哋會突然間瘋狂擺動，然後又突然靜止，或者係成條魚作咗喺度，但個向仲係瘋狂咁滑，呢啲就係神經中毒嘅跡象。好多老人家好似我阿嫲咁，今年都65歲啦，佢哋最中意擺平嘢，佢哋會覺得30蚊有一條大魚鮎，抵到爛啦。佢哋唔知道呢啲平魚背後代價係健康。你想為下
一個5歲嘅細路仔，如果長期食呢啲含埋有曲酭同紅雀石綠嘅魚，對佢嘅發育會有幾大影響？我哋作為後生一輩，真係要提醒屋企長輩，唔好因為貪便宜而擺埋呢啲化學魚。其實要分辨化學魚製魚同真係新鮮嘅游水魚，都有幾招可以學。第一，睇魚眼，其新鮮魚嘅眼球係凸出嚟嘅，黑白分明，晶瑩剔透。如果隻眼係平嘅，甚至鴨咗入去，但條魚仲喺度跳，咁好大機會係藥水魚。第二，睇魚鰓，雖然藥水可以令魚鰓變紅，但藥水魚嘅魚鰓通常會有一種唔自然嘅黏液，甚至有一股化學味。你可以要求檔主俾你聞下，雖然佢可以冇鬧你。學嘢抗氧期限，第三，冇殼冇身，或新鮮魚嘅肉係有彈性嘅，一落去會彈翻起。如果係死咗再吹醒嘅魚，肉質會變得鬆散，或者因為固菌浸過而變得異常僵硬。仲有一個最簡單嘅方法，就係睇價錢。大家要有個基本邏輯，魚缸嘅氧氣要電費，水要錢，運魚要錢，人工要錢。如果一條魚嘅零售價仲低過批發價，咁佢一定有貓膩。喺2026年嘅今日，物價飛漲，你覺得仲有可能有30蚊條嘅上等游水魚咩？好多能某問過我，話佢哋喺超市買嘅包裝魚肉會唔會安全啲？其實都唔一定，還然有啲冷凍魚肉為咗增加重量同保持色澤，會加入磷酸鹽。所以無論係去街市定去超市，最緊要都係要做個清明嘅收費詞。我有一次親眼見到，有個魚檔老闆喺收鋪之前，將一堆死咗嘅魚放入一個裝滿即食液體嘅桶入面。我問佢做乜，佢好唔客氣咁話，斟下佢攞，湯入變粉穩仔晒。呢句說話真係令我心都閒埋。原本應該係營養豐富嘅魚，竟然變成咗化學炸彈。我喺度呼籲大家，如果你喺邊間街市見到呢啲異常瓶或者個樣好古怪嘅魚，唔好保持緘默，你可以向食環署或者食物安全中心舉報。交露你嘅緘默，只會令呢啲黑心商人更加肆無忌憚。以前我哋講如魚得水，形容生活得好開心，但而家街市啲魚簡直係如魚得肉。除咗頭先講嗰啲，仲有一種化學嘢叫紅雀石類替代品。雖然佢冇紅雀石類咁毒，但依然係化學無生物，長期食用對身體都係負擔。其實香港嘅食物安全標準一直都有，大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啲商人會將法律炸，或者用一啲仲未被列入監管名單嘅新型化學品。所以我哋唔可以單靠政府，自己都要學識保護自己。講返點解啲魚會琴日死咗，今日仲識游？除咗藥水，仲有一種物理方法。有啲不法分子會用電擊，佢哋會用微弱嘅電流刺激死咗冇幾耐嘅活嘅神經中區，令到肌肉收縮，睇落去就好似仲有生命跡象咁。呢種方法雖然冇化學粉咁毒，但佢依然係一種欺詐。佢哋擺翻去嘅，其實係一條已經開始滋生細菌嘅死魚。大家可以想象下，如果你擺咗條死魚，入面嘅蛋白質已經開始分解產生過。對於一啲過敏體質嘅人，或者係10歲以下嘅小朋友、80歲以上嘅老人家嚟講，食咗呢啲含有過敏同細菌嘅游水魚，好容易會引起食物中毒，甚至係嚴重嘅過敏患病。我識一位喺食物監測部門做咗超過15年嘅監測，佢話過最令佢當時嘅唔係啲一眼就睇得出有問題嘅食物，而係呢啲睇落去好冚好新鮮嘅假貨，因為我哋會降低警覺性。佢建議大家擺魚一定要個信譽良好嘅老字號，或者係有明確來源證明嘅魚檔。香港人好中意食海鮮，呢個係我哋嘅飲食文化。但如果呢種文化俾黑心商人利用，變成傷害我哋健康嘅利刃，咁真係好悲哀。好希望透過呢一集內容，可以令更多人關注呢個問題。開創意嗰陣，無只係睇佢喐唔喐，要多睇多聞多問。如果你發現跳魚嘅動作好似跳舞咁，但係跳緊死神之舞，咁你就真係要收手啦。30蚊一條魚，可能瘦咗幾廿蚊，但如果你要攞返呢幾廿蚊去睇得先，甚至係長期醫病，咁樣真係值得乜嘢？我仲聽過一個案例，有個魚檔為咗令啲魚睇落去更生猛，會喺水入面加入一種叫興奮劑嘅嘢，類似於咖啡因和七下神經刺激劑。啲魚吸咗之後，會不停喺水入面沖嚟沖去，消耗晒最高嘅體力。等到你擺返屋企，條魚就已經踢底崩墜，肉質會因為產生過多魚酸而變得好酸好難食。呢啲都係我哋平時忽略咗嘅細節。喺呢個中心爆炸嘅年代，我哋更加需要理性去分析，點解以前啲魚冇咁多問題？因為以前啲人比較老實，亦都因為以前冇咁多奇奇怪怪嘅化學品。但而家2026年，我哋面對嘅挑戰多咗好多。我建議大家，
如果真係想食新鮮魚，又唔想擺到化學魚，可以好路擺一啲由優質養殖場認證嘅本地魚。雖然價錢可你會貴少少，可能要50蚊、60蚊一斤，但起碼食得安心。另外，大家可以理下魚嘅肚皮，咁新鮮嘅游水魚，肚皮係結實，唔會鼓震得好犀利。如果見到條魚個肚震晒，但佢又仲喺度游，咁可能係內臟已經開始腐爛發作，產生氣體。呢種魚，你就算擺返去，一開肚震味一定會令你難忘。總結一下，要避開呢啲化學魚製魚，有5個尖點。第一，唔好貪太便宜，30蚊一條大魚多數有問題。第二，睇回眼係咪晶瑩剔透。第三，聞下水缸有冇怪味。第五，支持有信譽嘅檔口，唔好邊度排隊就去邊度。大家可以將呢段內容分享俾你屋企嘅長輩聽，佢哋每日辛苦去街市擺魚，都係想一家人食得健康。我哋唔希望佢哋嘅一番心意，最後變成咗傷害屋企人嘅毒藥。其實除咗魚，街市仲有好多其他化學奇蹟，例如浸過藥水嘅魚菜，漂白過嘅牛百葉。雖然我今日漸點講魚，但道理都係一樣嘅。食物原本嘅樣係點，佢就應該係點。如果一件嘢個樣好到唔新鮮，咁佢通常就真係唔係真新。個幾多我細個嗰陣，大約係1995年、1996年左右，跟阿嫲去街市嗰陣，啲魚檔好老實，條魚死咗就係死咗，會擺喺冰上面，檔主會大聲叫死魚平賣10蚊2條。雖然係死魚，但起碼係真性嘅，冇人還。點解到咗2026年，我哋嘅科技進步咗，但誠信反而退步咗？呢個係一個值得我哋每個人反思嘅問題。商人思維講求利潤，但利潤唔應該建立喺崇高他人健康嘅基礎之上。作為收費市場，我哋嘅選擇就係我哋嘅力量。當我哋唔再去擺嗰啲30蚊化學魚，呢啲黑心商人自然就會失去市場。最後，我想同大家講，食嘢最緊要係心安理得，背你前大條。真正新鮮健康嘅魚，就算細條啲或者貴少少，食落肚嗰種鮮味同埋對健康嘅保障，係任何化學藥水都提供唔到嘅。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幫到大家，讓下次你去街市見到啲琴日死咗今日仲食油嘅奇丁，你都醒覺少少，問下自己呢條係真魚定係化學侵蝕。大家仲可以留意一點，就係魚嘅鱗片。正常健康嘅魚鱗片係緊貼皮膚，有一層自然嘅黏液護膏。藥水魚因為長期受化學品刺激，鱗片可能會變大易碎，或者層黏液有一種油膩，甚至好似溶劑咁嘅感覺。你可以用手輕輕摸下，如果檔主準嘅話，感受下嗰種質感。仲有啊，如果你屋企有貓，你可以試下俾少少魚肉佢。動物嘅動物比人靈敏好多，你做乜工作去滯？我試過有一次，阿媽擺咗條平魚，煮熟咗之後，屋企隻貓聞都唔聞就走咗。後來我先知，原來條魚真係藥水魚，連貓都知唔食得，我哋人竟然仲食得咁開心。呢個世界冇咁多奇蹟，更加冇咁多平yên靜嘅午餐。每一次嘅雙飛，其實都係喺度為我哋想要嘅世界投緊票。我哋選擇誠實嘅商販，誠實嘅商販就會生存落去。我哋選擇貪便宜擺化學嘢，黑心商人就會遍地開花。大家一定要保持清醒。喺2026年嘅收尾，假嘢可以做得比真嘢仲真。但只要我哋掌握咗知識，用科學同理性去判斷，呢啲黑幕就無所遁形。我成功喺一個海鮮市場見過一個牌，上面寫住我哋賣嘅係魚，唔係藥水。我覺得呢個老闆好有型，雖然佢嘅魚比隔籬檔貴10蚊、20蚊，但買嘅人依然立地不絕。因為大家擺嘅唔單止係魚，仲有一份信任，所以我哋去街市唔好只係識得講價，要學識同檔主溝通。你可以問佢，老細，今日啲魚邊度嚟嘅？係本地定喺內地嘅？老實嘅檔主會好實在咁同你講，甚至會教你點樣轉。而嗰啲心狠嘅，通常會好唔耐煩，咁叫你擺就擺，唔擺就走。呢啲細微嘅觀察，往往就係避坑嘅關鍵。最後，我想補充一點，關於魚肉入面嘅化學殘留，好多人以為只要煮熟咗化學嘢就會消失，但呢個係大錯特錯。砂礦、紅卡寫落呢啲物質係好耐熱嘅，你就算用高溫蒸、油炸都冇辦法完全去除。相反，有啲化學品喺加熱之後，可能會產生更毒嘅副沉感，所以源頭控制先係最重要。如果你真係唔好彩擺咗條魚返到去先發現有問題，千祈唔好覺得一夜而間猛食咗佢。你食落肚嘅唔係營養，係毒素，直接掉咗佢，或者拎返去同檔主理論。雖然可能攞唔返錢，但起碼要俾佢知你唔係咁好啊。好啦，
今日就講到呢度，借下喺網呢篇來源可以幫到大家喺嚟緊去街市擺嘢嘅時候，對眼可以好似咁精火眼咁，一眼睇穿呢啲化學眼鏡。記住，健康係無價嘅，唔好逼個屏障無逼咗你嘅雙眼。我哋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監察者。如果你身邊有朋友都中意去街市擺評語，記得將呢啲衷心話俾佢哋聽。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只要大家都有呢份覺悟，呢啲化學預製魚就遲早會喺香港嘅街市絕跡。多謝大家嘅耐心，希望大家食得開心，食得健康。喺2026年，我哋一齊努力守護我哋嘅餐桌安全。